你可能不认识我妹妹，但你一定惊叹她的飞机手艺。妹妹，上台阶。这次能不能用这把锤子挑一个留的花出来？可以啊，有没有照片？你看，就这个。可以敲，这是敲哪个尺寸？就做那个最大尺寸，蓝宝石琉璃的，行吗？可以，但是大尺寸要敲好几百个小时了，我又不是什么大王，敲出来了真的会有人看吗？啊，肯定是有人看的，几百个小时什么？我觉得几千个小时都是值得的，这可是一代巨星呢，很多人的回忆呢。而且虽然说咱们是农村人，也不是什么大网红，但你这个手艺可比网红值100倍、1000倍啊！那我敲好了，会有1万点赞吗？别说1万点赞，我敢给你打赌，至少值20万点赞，只要你敲得好呀。那我试试。行。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，我猜測總有天意，才珍惜相處的日子。話言未多講，只拋低這個傷心的漢子。沉睡了，誰分享今生的日子？活着但是沒靈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間的意思。情路完全明白了，才甘心披上孤獨衣。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。自知分開方知根本心極痴，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義，想解釋方我不知，如今想傾訴講誰知，剩下絕望舊身影，今只得千億傷心。如何面對曾一起走過的日子，現在剩下我獨行，如何讓心情日日講理智？從來無人明白我，唯一你給我好日子。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義，多少風波都願闖，只因彼此不死的